社区妈妈伫台顶热情跳舞，台骹也阁有加头毛服务，外口也阁摆了热人条。这是金华府伫岁末所举办的社会公益活动，今年已经迈入第12档。关注范围对一开始的中西区，扩大到南区、北区、安平区、安南区、东区多些家庭。金钱是经费是红包是以12张成的60杯，阮迄个户数是对12张成的24号增加到2300几号。烈风的爱心破纪录相当无简单，大致讲的是大厂无疑董事长柯美穗这几档甲金华府斗阵帮助落势，累计金额到达超过1200万。一天拄好是80岁大寿，一个会也拢到场，后生嘛要准备甲爸爸的生计做传承。除了对我们的照顾，还有对就是台南市的市民也是很就是要做一些回馈。未来我们也会继续这样做。金华府咯，较早有办，我接你办安尼啊，直接摕出来，比较实在。这摆受惠家庭户数有2362户，每一户1200块。南台南家扶中心创设华山基金会顶背单位各18万，同时领用南家扶中心关怀户1000份的产果，各区区长兼团体拢出席。颁奖感谢状之外，市府嘛表达肯定。非常感谢金华府。那在我们市政府这边呢，也希望呢，透过这种公私合力，因为在社会局这里呢，其实有许多的一个政策跟规矩有一些限制。那非常感谢有私部门，尤其是我们宗教团体金华府这一次发挥大爱。尤其迄个施老先生。伊迄个10几档来啦吼，已经捐1000多万，这弱势这团体非常感谢吼。所以今仔日我含迄个社会局长代表市长来感谢这善心人士。另外，伫永和关会站嘛有关会活动进行，只要民众来捐，就会当摕到金华府准备的礼券。一天落来，替火库募到将近200袋热火。台南新闻所在采访报道。